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批评总统赖清德迫害在野党，就亲像希特勒同款，这是引起德国在台协会谴责，讲台湾的状况是绝对无法度甲纳粹的暴政来相比拼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嘛表示讲，对朱立伦的言论表示失望，因为朱立伦今仔日是搁在呛赖清德独裁，搁呼吁国际唔通干涉内政。今天赖清德，你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。你要记住，你就是在做希特勒做的事情。大罢免引起朝野严重对立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切切批评总统赖清德，对在野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希特勒伫做的代志，引起德国在台协会关注。各地的切切半暝伫面册发声明，强烈谴责，直接点名朱立伦对伊的言论感觉失望，强调台湾绝对免甲国家社会主义暴政相比。Thank you so much. 德国在台协会所说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类比都是不恰当的。外交部表示，尊重德国就国家历史发表声明，因为朱立伦的比喻无适当。德国在台协会呼吁国民党领导层应该避免提出不当，而且对历史无关心、较轻视的比较。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也表示，对于纳粹政权的暴行。甲当前台湾政治情势做不当的比较言论，感觉是失望甲愤怒。国际社会大家应该共同唾弃的是独裁者，而不是要帮有可能伤害民主、迫害反对党的独裁者讲话，更不应该干预各国的内政。朱立伦特别亲身针对发言引起的争论回应表示。外国政府明假做迫害民主的榜样，朝野地会也个引起对立。赖清德现在所做的事情，跟当初德国从民主变成纳粹的过程的进程，完全看起来就是一模一样的过程。这不仅是触怒了德国相关国家，这恐怕是触犯了欧洲国家的红线。南亚地会支持朱立伦，立会是批评朱立伦，身为在野党主席，缺少国际观，应该出面回释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